對幽隱，照過已兩心相親，一對小情人，沉默以擁吻抵抗一切的冰與冷。萬遇這北風輕輕的飄起長長裙，多溫馨。風中那笑聲，嘗盡了失意的我，將一切都褪去，再到這風中心中，竟仿似傷痕累累，然後再憶記起當晚跟你在這裏，將衣相擁中交出的心早已失去，不可以再追。好多謝大家嚟到今晚嘅珍惜聚會時2011。大家都知道，我哋今年係第8年啦，係為咗遠方嘅 Nita 同佢慶祝佢嘅壽辰。嗱，而家我面前咧有個咁靚嘅蛋糕，俾大家為 Nita 唱首生日歌。我係延續Nita 嗰個善心嘅，咁就慈善嘅心啦，咁就嚟緊喺今年嘅12月中，咁有一間名為咧梅艷芳第2小學，咁就嗰個重建嗰個工程咧就會完成嘅，咁就我哋歌迷會咧就到時係將會係組團啦，咁大家去前往係廣西啦。嗰度咧就有個開幕同埋剪彩，咁我哋希望各位踴躍參加啦，有興趣嘅想係大家一齊出發嘅朋友們咧，可以同我哋歌迷會嗰度係聯絡嘅報名。其實咧嗰個第1小學咧就係大家都知道，因為Nita 嘅朋友啦，有一班朋友善心嘅朋友啦。咁其實喺早前嗰陣時咧，亦都真係籌咗款。咁嗰陣時咧，都已經係重建咗一間係叫做名為梅艷芳第1小學嘅。咁而今年12月中嗰個小學咧係第2間重建嘅。咁其實我哋希望咧係一路有第3、第4，一路咁延續Nita 嗰個善心。咁嗱，呢度係有賴大家咧嗰個慷慨嘅捐輸啦，一齊去努力。咁就所以今年嘅12月中咧，我哋係會睇到個成果嘅，係好開心嘅。咁咧，我哋係經蘇富比咧，就命為一個係芳華絕代梅艷芳珠寶手錶珍藏拍賣嘅。咁我哋嗰日咧，大家有參加嘅，亦都即係都感受到當時個氣氛咧係非常之激烈，亦都好踴躍。咁而我哋歌迷咧就其實 total 咧有43件嘅拍賣品嘅，而我哋歌迷咧 total 係拍賣咗大概20件，而呢20件拍賣嘅款項咧係有100萬咁多嘅。哇！呢隻歌難到啊 Sharon， 到明天就做好女人。做好女人，今夜就別再管身份，說中一次靈魂，奮不顧身爭論。我想話俾你聽咧，其實我哋呢度咧有一個咧秘密嘅音樂監製。我開你嘅左腦。
三。大家可以同。Okay, thank you, Akiko and Japanese, all the Japanese.